喺醫療衛生界30幾年，我同你哋大家都一樣，默默地守護香港市民嘅生命。呢幾年，我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樣，深深感受到醫療衛生界嘅辛酸同埋矛盾。喺公營醫療嘅同事，長期超負荷，壓力爆棚；而私營醫療亦都因為經濟唔明朗而日漸萎縮。大家都默默咁努力，但係似乎越做越難。但係我相信，大家對香港醫療衛生發展嘅未來，一定有一個期望同埋想法。而家距離選舉嘅投票日已經好近，我希望大家真係諗一諗，究竟大家希望係一個延續，定係一個改變？今次嘅選舉係決定未來4年香港醫療發展嘅路向。你嘅決定，除咗為咗自己、為咗同業之外，最重要嘅係為下一代醫療衛生界嘅年輕人。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做一個對香港醫療有希望嘅決定。12月7日，請投票支持我，2號梁禮賢，加油！